人間能容許小秘密嗎？應該揭穿，但揭穿擔心咁卑下。情人間能容許小錯處嗎？真的想過沒送花，也沒情話，但我不似有這天錯，嚴重多幾倍吧。忍耐到底，光陰都不算白花。為何人性會這麼可怕？天就算配，始終將心裏惡化。這算愛嗎？還是欺壓嗎？無緣地讓我花，差些想放棄吧。為何未放手，差一些不要我吧？為何有做人並沒什麼可以我吧？為何不情人應該找藉口作罷。曾懷疑與後悔嗎？差一些失去你吧。為何我